由高雄3位在地青年组成的台语朋克乐团刷戏红仔机，因成立3年啊，因的作品也拢唱出这上班少年人的心声。因即摆参加高雄市青年局举办的音乐制作计划，推出新的作品要发表，带观众朋友先来听看卖。 这首歌敢有唱出你的心声，原本伫学校甲朋友感情真好，毕业了后办同学会，朋友煞无来几个，因是台语朋克乐团鲨鱼娃娃机。这3位青年日时拢是上班族，下班了后就变成乐团成员。原本因拢是伫无共乐团，3当前才组成这支台语朋克乐团。团长表示讲，因为朋克音乐就是爱日系感觉，用台语唱就是有这款开口。而且阮是 punk rock， 所以讲用台语来。 写歌会较有迄个power。这条歌就是要写好，就是讲你爱珍惜你身躯边的朋友，就是就后边你若看到你，就大声甲伊讲 long time no see。虽然爱情真重要，不过人生也是有更加重要代志。这是鲨鱼娃娃机歌曲风格，因3个人分别是主唱、贝斯手甲鼓手，甲其他乐团歌曲较无啥共，因的歌较活更生活。不管是有关着身体健康，也是以上班族为主题，唱出真侪人心声，表演嘛充满活力。阮无想要写有爱情的物件，阮就会写一寡较生活的啊，较上班的啊，较就是讲就是。 朋友之间的代志。鲨鱼娃娃机上新发表这首《Long Time No See》是参加青年局举办音乐计划，由专业的老师指导完成。这首歌曲要伫11、12两天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头一摆发表，希望大家做伙感受台语朋克的魅力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